即摆话，着爱甲因爸仔囝比试，答应去上擂台哦。那安尼实在是伤过分哦。哎呀，这分明吼，这是因设的圈套啦。伊头一摆设你的规定，伊想讲，嘿，阮徒弟也无钱通交，想袂到钱一个交出来，我即摆又搁加一项规矩来啊！啊，着爱拍赢因三个爸仔囝，才会当上擂台呀。哎哟，安尼我看哦，规矩哦，迄200两甲摕转来，敢莫去写死写钱。哎，啊，恁两个做小妹讲的嘛，较差不多的，对家己的大兄遐无信心，袂用的。为着面子问题，一定爱去拍擂台。你听去哦。姊啊，安尼规矩啦，较定哦，咱门市办传一地哦，对阿兄后壁来。啊，我毋搁传一碗饭一个卤卵。恁是咧讲啥哈？嘿，你甲我的徒弟啊讲甲安尼，一仙钱无价值。啊无我这个师傅，我这师傅是咧做假的哦。是啊，你是讲你有安排呢？当然咯。谢弟，谢弟，谢弟。喂，谢唔着朋友啊啦，应该谢这边的人啦。你什么代志吼，拢阮咧办的呢，办法嘛拢阮想的了。多谢多谢。哎呀，恁唔知讲好啊未哦？啊，恁这三个组人，迄实在足够话无路用，话讲规堆。恁主人甲这个时阵还袂倒出来，也唔紧去甲看嘛，唔知想袂开啊未？是，师公。来了。哦。武林至尊驾到。哼。滚打南山猛虎，踏踏北海蛟龙。好啊！这部是阿伯拜师傅咧用的，我无教你这部。哦，我来遮坐。阿兄，喂，你写迄天下无敌安尼伤臭屁哦。嘿妹。袂啊，这天下无敌这正常的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人迄青阳顶的较早有教讲要甲人请拼吼，啊，着爱骹步爱打在。我即摆骹步数偌济，你看。嘿，嘿，安尼成啥？阿姊，你讲哎呀，你想啥物话？你区别数啊？来我，哎，我迄摆定出来，黑白讲。我跟你讲啊，这边若有阮这遥控的师傅伫后壁伫我做配角，我绝对是万无一失的。歹势吼，我先甲你声明咧哈，这抓你家己去，我无时间通甲你去。安那安尼？安尼啦。哟，师傅。上少你嘛着带念讲，咱这几工啊，师傅师已经有一个感情。要若无你这抓你无去放，我其实要拄啊拖西连了。师傅，你这阵你若去，你若无去，我绝对会死在伊的手头。拜托，师傅，你嘛跟我来去，师傅。好啊啦，免烦恼啦。师公嘛要去哦，我也去共款啦。我若甲你去吼，保证你势如破竹。听到无？听到无？听着。师傅无去，青阳顶的去，同款意思，准备出发啦。叫上大兄出山。嘿，拜托诶，你两姊妹踮咧酒站吧，莫咧酒站好。当时阮哪有酒站哩？啊，咱住喺山顶，你即摆要出去，就是出山。落山啦！哦。点讲？叫上大兄落山，莫出山。无你是唔捌看的啊？啥？你娘一步一大步，你不来行。阿昌啊，喂，你今仔日咯，一定爱全力吼去拍擂台哦。唔好，今仔无论三款人样，我拢无将伊藏在我的目睭内。藏不在眼内，我甲你讲啦，你是无当场看到啦。你若当场看到迄摸蛇鸟的话吼，我甲你讲哦，你今仔日内裤一定要换。我，拜托英雄，你人是真无意思呢。这件代志我已经袂记啊，你无代无志讲出要创啥，我惊到心肝啦，又搁你惊啦。哎呦，大兄，你实有够无路用的呢。我问你咧，你到底吼有真心伫咧爱杜姑娘无？有，我足爱，无论安怎，我无爱你。也毋讲吼，爱归爱，死归死，我嘛会惊咧。哎呀，我咧讲啊，惊是先生会惊啦，不过袂使惊到拢无胆去啊。你若失胆吼，就无太平赢人对无？当然要有信心。就是讲咩，当阮阿爹已经提出这个条件，对你遮尔啊有利啊，迄个好时机就要过你这款才有法度好好上擂台呢。啊，你若搁拍袂赢，啊，搁讲啥物咧爱我？是啦，兄，到时阵吼，你恐惊连要见杜姑娘一面，你就足困难的哦。我问你，你
你有爱阮小妹无？有，有真心无？唔有？假使若有，你要向前冲。好，我冲。嗯，我提出我的勇气。迄个后生囡仔甲我来者，嘿嘿嘿，我绝对要甲改名。你好着死！阿兄，喂，我即摆吼听到你讲即句话吼，我实在足欢喜。阿兄，你哦勇敢，互我钦佩。安尼毋才是我的后生，勇敢。家昌啊，阿爹，迄个后生囡仔来啊，你绝对爱甲拍互倒，毋互阿爹失望，知影无？阿爹这阵放心，伊拢莫来，若来我绝对拍到伊剩一仔内裤倒转去。对，安尼毋才是我得意的大题。师傅，阿爹，啊时辰已经到啊，毋知迄个后司机来袂？哦，来啊！来啊！关主，迄个后司机吼，即摆已经伫迄个练武的大厅咧等啊咧。